继续来看高雄，这2天来的本土病例，包括今仔日在内总共是17例。公山区昨下晡有真侪店面接到卫生局的通知，讲要暂停营业，配合着消毒。这是互住附近的乡亲真紧张。有店家看到记者到位是激动跪落去，讲生意拢无再调做，日子都要过袂落去了。拜托政府，互疫苗赶紧入来。我不要疫苗啦！真正要爱疫苗，你 OK 来啦，拜托的啦。公山区一间餐厅头家上卡跪落地，哪讲哪靠话讲要爱疫苗，因为伊讲疫情恢复生意通做强要起效啊。为社会拍拼，替台湾有生产力的，这年你拢无做，啊就很凄惨啊！这样子3期一延再延，已经受不了了，真的。另外一个嘛是开餐厅，共款挡袂牢，因为无多做生意，这是公山市区规条大路拢无人。为昨下晡开始就收到卫生局通报，讲有确诊者来过，有真侪店面拢伫做消毒。包括连锁服装店、连锁卖场、甲连锁饮料店拢关门无做生意，有人直接打广告，24、25暂停营业。高雄连续2天增加15例本土病例，仁武一间卖素食的餐厅，因为是群聚的热区，卫生局控列112个人。没有办法确认每一个到场的顾客都有进行10连制的状况之下，只要有未尽事宜，只要有不能掌握的一些状况，我们就会进行公布。文主公案收到高雄，所来高规格针对所有风险的对象，拢检验隔离，就是避免讲病毒个位置传出去。